如果我揾住你啦，跟住 P P 唱可唔可以唱咩咧？咁今日唔同你唱歌又係2025年 Q&A Part 3，咁都係收集咗大家嘅問題啦，而集出嚟嘅個 Q&A 啦。咁今次嘅 Q&A 係有3個主題，之後下一集有2個主題。咁中文版應該會拍10集 Q&A 左右，大家咁多問題想問我啊嘛。10集應該夠啩中文版，因為中文版我中意做多過英文版，因為我做香港 fans 多過外國嚟嘅 fans，所以中文係多啲嘅。咁今日嘅主題係有生活習慣與節奏、旅行與地方嘅回憶，同埋喜好、娛樂同埋品味啊。咁第一個主題啦，有少少嘅插落去啦，但係 Part 1係好多問題啊，所以我要分2個係啦。Let's go through 第一條問題，你朝早通常幾點起身？呢啲咁私人嘅問題留翻俾自己得唔得咧？咁睇乎假期定係平時要翻學啦。如果平時要翻學係7點半至7點3、4、5，睇我嗰日心情幾時醒啦。嗰段時間起身啦，之後因為我唔食早餐噶嘛，大家都知道我減肥，我唔食早餐，所以係所以我起身着衫就我出門口噶啦，所以係一個好快很準嘅嘢，25分鐘我可以搞掂晒所有嘢嘅人。OK， 如果係假期嘅話，我可能11、12點先起身咯。有時 expect 我嗰日之前我瞓嗰日，即係我可能星期5夜晚我可能會夜瞓，同埋我可能會之後可能覺得好攰或者乜嘢，可能星期6朝頭早可能會遲啲起身，但係星期6我唔可以太遲起身，因為我要打波，所以要出去咧，所以係要早啲嘅。Next， 你有乜個一定要做嘅晨間儀式？有，我起身係必須要聽音樂嘅，即係我醒咗係唔會想離開床，我第一時間聽音樂，因為我覺得起身聽到第一件事係聽音樂係覺得好舒壓嘅感覺，所以一定要做嘅。夜晚臨瞓之前你要做乜？我會睇 IG 咯，出 post 咯。大家所以見到我有時啲 post 都係夜晚先出，係因為我臨瞓之前冇嘢做，同埋我有時睇比賽咯。因為其他國家嘅羽毛球比賽同我哋嘅加拿大時間係夜晚嚟，所以有時我會捱睇波㗎。你會唔會成日賴床？有冇打敗自己嘅地方？有冇打敗自己嘅方法？我賴床，我唔嗱。如果係嗰日有好緊要嘅事，我係唔會賴床嘅。但係平時我係可能8、9點醒咗，我唔會起身，我寧願攤喺張床，或者可能再瞓過咁樣咯。呢啲都唔算係嚴重嘅賴床啦。床氣唔係好緊要嘅對我。有冇打敗自己嘅地方？唔明呢個問題，我選擇唔回答。你最 productive 嘅時段係幾點？productive 嘅時間，可能起身之後食早餐嗰段時間，因為我唔係即係咁成日都 productive 嘅，我之後可能攰啦，開始就唔 productive 㗎啦。你會安排一個 schedule 定係會睇心情？睇心情。哎呀，係睇你係假期。如果係假期嘅話，我係有 schedule 嘅。但係如果平時咧就睇心情。你有冇一個寫去嘅地方或者 coffee shop？我有成日都去過一個地方，羽毛球場咯。每個禮拜6一定會去嘅。你會唔會計劃旅行定係臨時衝？肯定計劃啦，咁肯定。你如果計劃好，其實你放心啲啦。同埋我覺得我係好享受一個旅程，好 enjoy 一個 planning，所以我中意計劃咗先。有冇一個習慣你想戒但戒唔到？有冇個習慣我想戒但戒唔到？我想嘅就係我可以唔好咁衝動，唔好做事咁衝動，因為其實我係做往事做啲決定係衝動啲嘅。係啊，我14歲打後，即係啲決定都好衝動。係，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同埋，因為我係一個冇乜耐性嘅人，我對於做數學好麻煩，我就一定要搞頭髮。
所以我係咁甩頭髮嘅，但係甩極都唔完又唔知點解，所以係咯，我會想戒呢兩個習慣咯。你會唔會做 to do list？ 睇心情。你平時做咩運動？咩類型？喂 guys，作為我 fans，你問我做咩運動，你唔留意我呢個 fans 抵你。我應該唔答你呢個問題。我平時誒打羽毛球、乒乓波同埋籃球。呢排係啊，羽毛球都夠多啦。咩類型？有咩類型啊？即係嗰啲，我中意做心肺功能嗰啲，即係保障自己嘅心臟同埋個肺負荷到我要嘅做嘅能量。即係因為我打羽毛球係一個好捱 training，我係2個鐘連踩咁樣去打，所以我個心肺功能要好好咯。你中意自己獨處定係圍繞住人？我中意自己獨處，我唔中意俾人圍住，又唔中意人哋講起自己。係。你平時會煲劇定係聽 podcast 多啲？我會㗎，兩個都會。煲劇係我煲翻舊劇咯，之後如果係 podcast，我會中意聽人哋講關於自己嘅感情生活多啲。或者係我中意聽 Kola 嘅 podcast，有冇咧？有冇機會 Kola 嘅 podcast？我想聽啊！你煮飯時會唔會播歌 ？Excuse me， 你點知我會煮飯？我係會煮飯嘅，之前都 post 過少少煮飯嘅日常俾你啦。我係會煮飯嘅，煮飯同埋洗碗咧係我嘅樂趣嚟都算。我係會播歌，我會戴住耳機一路煮啊一路洗啊，因為我做喺陶醉落一件事度。好眼瞓啊！如果你一日只可以做3樣，你會揀邊3樣？我會揀睇 IG、同 friend 傾偈同埋瞓覺。有冇一啲小確幸係你日日都會注意？小確幸，我小確幸係我每日都可以同自己中意嘅朋友一齊咯。呢個小確幸而家都。你屋企最亂最整齊邊個？我屋企最亂啊！我唔知喎，最亂可能係衣櫃啩，最乾淨係我個櫃咯，係我個書台隔離個櫃應該最乾淨，因為我唔會喐入邊啲係好容易都唔乾淨嘅。你會點樣分類自己嘅衫？我係一個 closet 上面擺住我會着嘅短袖短褲，下低全部都係我啲睡衣啊咁樣底衫底褲啊，全部啊，其實冇乜整理過。你有冇一套儀式感打扮嘅模式？有一套。你覺得自己係需要空間定需要人陪嗰類型？我係需要空間嘅，因為我係中意 me time，我中意自己一個靜下。我唔中意人哋真係咁問你 O 唔 OK 啊？你有冇事啊？你唔好咁啦，你一定嗌過去。我好唔中意咁。我覺得有咩事自己面對同埋屋企人面對係一齊最重要嘅事。OK， 主題2：旅遊同地方嘅回憶。你去過最遠嘅地方係邊度啊？我去過最遠嘅地方，我唔記得咯。呢個選擇我唔答啊，我唔記得啦，因為有冇一個城市令你好想搬過去住？搬過去，我想試下英國嘅體驗喎，因為我未試過，我想試下我朋友嘅經驗，所以我想試下英國。你覺得自己適合喺山區生活定係海邊生活？山區啩？如果唔係，我揀海邊，因為山我試過啦，我有一個我契媽係住喺山咧嗰邊咧，半山真係好麻煩咧，佢真係每次揸車嚟。但如果係海邊嘅話，我中意去行喺 trail 啊，望下海景啊，或者屋企人望住海景，我覺得好舒服，好心曠神怡嘅感覺，所以我揀海邊。去旅行，你係 planner 定自由派？我係睇邊方面咯。如果係同屋企人去旅行嘅話，我會係選擇 planner。如果自己一個我未試過啊，自己一個可能都會係自由派咯。我想去做乜咪做乜咯。哇！有冇一次旅行令你影響好深？旅行上1年返香港咯，呢個算唔算旅行啊？都算。
上一年翻香港嘅都對我好深，因為我哋有一個行程係去探我嫲嫲嘅墓碑，咁嗰下係忍唔住爆喊，因為嗰下你個心情係我諗緊，我上一次去仲係生勾勾坐喺度，今次翻去突然間離開咗我嘅感覺，同埋突然間，因為我未去過啲地方，我從來未去過，亦未有試過親人離開我感覺係咁痛苦。佢嗰下見到個碑，係個心好乸痛，好揦住痛，係好辛苦。所以大家開始眼泛淚光添，所以係相對我影響好深嘅陣時。你會唔會影好多相，定係專心感受現場？我即係睇 show 啊嘛，我會影好多相，因為我中係我一個念懷舊念舊嘅人，我中意事後睇翻，哇！原來嗰個咁開心嘅，咁好過嗰一日唔記得咗件事啊！你最想一個人去旅行去邊？我想試佢係一個人去澳洲，我會想探下我 friend 啦。如果係嘅話，因為我想試下一個人去嗰啲海外嘅 obsession 啲嘅地方，可以自己行下，無聊聊咁啊。但我相信我係冇咁嘅心情。你覺得喺外地瞓覺係唔係會特別安靜定不安？喺出邊嘅地下瞓覺係不安咯。我點會唔會出地下瞓覺咧？你呢條問題係問題咧，OK？我唔會回答㗎，OK？有冇一個地方你係唔想再第二次？有泰國，因為聽聞而家乜 KK 園區啊嘛，KK 園，所以我唔敢去泰國。記得嘅機場畫面係邊一幕？我最記得係我2022年嚟加拿大嗰時去機場嗰下嗰一幕係我永遠都記得在心頭嘅，因為嗰日係朝頭早6-7點嘅時間，我仲要喺機場開 live，我記得嗰下係真係同香港講再見呢樣嘢係有啲難度嘅，有啲難度。同埋之前因為其實我走嘅係9月11號。我9月10號嗰晚同我啲 family，包括我嫲嫲啦，一齊 gathering 係好開心嘅嗰晚。嗰晚係除夕，係咪？嗰個咩？嗰晚係中秋節啊，係啊，同埋我媽嘅生日啦，我媽咪嘅生日之後，我好突然嗰一幕同埋去機場嗰一幕係我最重要。我前一晚同佢哋一齊嘅之後，我仲攬住 Abby 影咗好多相。我之前應該 po 過上一次，但嗰下真係覺得要離開啦，要走啦咁。我雖然知道我會翻去，但係其實嗰一下都好難受。但係嗰一幕都好記得啦。你會唔會 keep 住旅行嘅紀念品？會，當然會啦。你會寫旅遊日記？唔會，因為旅遊已經夠攰同埋夠辛苦，所以係冇咁嘅時間㗎。你旅行時會帶咩手信俾自己？我中意買零食，係我中意買當地嘅零食。你旅程中最中意嘅小食係邊樣？邊個旅程先？我依個要信 Pacific 啲喎，你寫 Pacific 啲，我再答你。你會唔會喺旅途中揾靈感？會。我上次去 Blue Mountain 行個 trail，突然間卜諗起可以寫一首一個人行山啊，一個人做嘅嘢，即係我想寫突然間一首歌嘅諗法係唔使靠人喎，靠自己都得嘅喎。咁咧就令到我有想下年出歌嘅諗頭啦。主題3，娛樂喜好同埋品味。你都好中意問呢啲問題喎，我嘅 fans 們。其實我啲 fans 們咧係我出過咁多。其實我啲 fans 們咧出嘅問題俾我咧，我係精簡咗嘅，所以係咯，精簡咗俾大家。你最近都緊邊首歌？我最近都緊 Anson Lo 嘅《你都有今日》，同埋 Collar 部酒女團 AK 嘅《心死了幾百次》，同埋拜咗晒。係啦，呢4首歌都好好聽，真係好中意。你最中意邊個歌手？音樂
人係邊位？大家應該都知啦，我幾愛其實啊，我有幾愛佢哋啦，係咪？肯定佢哋啦。我仲有好多唔得啦。Marv 啦，等陣啊，仲有。Candy 啦，救命啊！我哋冇手啦。我睇出嚟先。我係好愛 Cola 㗎，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啦，係咪？我好愛 Cola 啦 ，Mirror 啦，係咪？如果音樂人嘅話，就係即係你話係音樂人 ，Edward Chan 同埋徐浩啲作品都好聽，同埋 Wyman 啲詞我覺得全部都寫得好好。有冇一套電影你睇超過5次？有。記了一整個春天，好好睇。你記咗一整個夏天春天。你覺得你最似邊套戲、邊套劇嘅邊個角色？我唔係做演員嘅材料，所以唔會得。你讀書定聽歌會容易分心？讀書會分心，聽歌係隨意啊嘛。讀書真係好認真。我做。係喎，話實啊，大家可以幫我集氣加油。下個禮拜考試喎。有冇一本書改變咗你對世界嘅睇法？冇。你有冇鍾意收藏書、CD、唱片？我想要 Collar 個 EP， 下年返香港一定會買。你鍾意睇開咩？乜嘢啊？唔係呢個咩嘅 YouTube 或者 Netflix？ 我鍾意睇 YouTube 啊，好鍾意睇 YouTube 啊。你會平時沖涼會播歌？podcast 會播歌，我中意 enjoy 沖涼聽歌。你覺得你嘅 taste 係固定定會變？我覺得係會變。好啦，17分鐘回答咗大家3個主題嘅 Q&A， 我哋下一集再見，俾一波 CLS，see you soon，拜拜。